自2024年1月13日，每日成安宫读经。台湾的出埃及记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11章第10到第10节。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要搁讲一个灾难，予埃及王甲埃及。后来因才会放恁离开遮。伊放恁离开的时，会逼恁赶紧对遮出去。你着甲以色列人讲，无论男女，逐个人拢着对因的厝边讨金器、银器。”上主予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的好款待，搁摩西这个人伫埃及地嘛受埃及王的人神甲人民看做伟大。摩西讲：“上主安尼讲，下昏暗半暝，我要伫埃及地行透透。所有埃及地的大囝，对坐王位的埃及王到下无的女婢的大囝，伊会拢总头上生的前生，拢袂死。埃及全地要有哀伤啼哭的声，以前毋捌有，将来嘛袂阁有。毋过，伫以色列人的地区真平静，连狗仔都袂甲人还是前生吠。安尼要互恁知，上主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。你所有的人神要来见我，趴伫我的面前，讲：拜托你甲跟对你的人民拢离开。后来我才要离开。讲煞，摩西气噗噗离开埃及王出去。上主捌对摩西讲：埃及王袂听你的话，所以我要伫埃及地行搁较济的新业。摩西甲亚伦伫埃及王的面前行这一切的奇事，毋过上主予埃及王的心意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台湾的出埃及记，今仔日是台湾总统、副总统以及立法委员的选举日，望所有公民会当珍惜宝贵的一票，为台湾民主搁再采美好的里程碑。回想1988年1月13日这一天，迄时担任总统的蒋经国过身，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，开启了虎口的总统之生涯。日后李登辉也带领台湾行往民主改革。原本台湾检采甲北韩共款半斤八两，由某一个家族后代继续当政，却因为发生江南案情势批变。1984年10月15日，国民党政府政治系统吸收帮派分子，伫美国本土枪杀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蒋经国传作者刘义良，笔名江南。此举引起台美关系紧张，蒋经国当当时迫伫国际情势宣示，蒋甲后代袂当，嘛袂搁再有人从政。回顾这几十年来台湾的民主进程，亲像出埃及共款，1987年解除长达300年的戒严令，1989年立法院通过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体制条例。过去国民党政府为着主张伊统治的法统，所谓的中央民意代表维持大陆36省规模，若是台湾代表只占极少的席次。1990年3月，
袂捌全面改选的国民大会自行通过延长任期，引发也逼学运。迄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顺应学生改革呼声，后来甲在野党派召开国事会议，搁启动修宪程序，透过宪法征修条文，将中华民国统治权局限伫台澎金马，正式摆脱大中华的法网。宪法第100条原法条指出，意图破坏国体、窃据国土，也是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，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，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；失误者处无期徒刑。这等于是变相互政治单位有权任意逮捕思想犯，既然用言论批评政府，拢通抓入去关。经过民间的抗争，1992年5月15日，伫立法院通过修正，敢若限定伫以强暴也是胁迫进行叛乱者，才会受追诉处罚。对安尼，人民无搁再因为言论和思想互定罪。1994年，台湾人会当直接选直辖市的市长；1996年会当直接选总统。这通讲是伫中华民国兴国下面实现台湾自民自决。今日也有真侪人主张台湾需要制定新宪法、新国号。总是面对美国、中国两国的抗衡，台湾搁较需要坚定选择民主自由的道路。等咱一票一票投出家己的民意代表和国家领袖，拄好是伫落实台湾基督教教会1977年人权宣言的主张，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。这新国家已经摆脱赤海塘和南海这一段线，无搁再用反攻大陆、解救同胞为己任，反正是伫统治权所及的台澎金马领土实行公义甲和平。默想，回顾台湾追求民主的历史，对我有甚物启发？台湾还通伫倒一寡方面深化民主、摆脱专制的遗毒呢？回顾台湾追求民主的历史，对我有甚物启发？台湾还通伫倒一寡方面深化民主、摆脱专制的遗毒呢？做伙来祈祷，公义的主上帝。民主虽然毋是上有效率的制度，却是谦卑承认人的罪性，会当伫大范围内避免统治者的腐败。求你继续带领台湾行伫民主的道路，奉主的名求，阿免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